今日嘅節目中國歷史鬆一鬆，就講下中國歷史第一殺神八喜。咁八喜何許人也呢？佢係戰國時代喺秦國嘅一大名將，最高職位被封為武安君。咁其實可以叫佢做戰神添嘅，因為佢一生擔任呢個秦國將領30多年，攻城70餘座，從未試過輸過一場戰爭啊！但係究竟係咪最厲害嘅戰神呢？我就唔肯定，佢肯定係其中之一個嚟啦。但係殺神呢，佢夠膽認第二，應該都冇咩夠膽人認第一噶啦。先數一數佢究竟殺咗幾多人啊？喺伊闕之戰呢，佢就斬殺咗韓魏聯軍24萬啊！喺鄢營之戰呢，佢就斬殺咗楚軍數十萬軍民啊！咁喺華陽之戰呢，趙魏兩國啊就攻打韓國喎。咁韓國呢，竟然走去求秦國幫手，咁秦國就真係幫咗佢哋還擊呢兩個國家啦。喺呢場戰爭呢，就斬殺咗魏軍13萬嘅。咁呢場戰爭點解我唔會算埋呢個趙軍嘅損失呢？因為呢，想算一個 total 喺長平之戰。就先算一算佢哋究竟蝕咗幾多人啦。咁隔咗大概9年左右咧，喺前264年咧，咁咧秦國咧就進攻韓國嘅郢城啦。咁喺呢場戰爭咧就斬首咗5萬。跟住呢場戰爭咧就係佢生平最出名嗰場戰爭啦，就係長平之戰。咁喺呢度咧就係攻打趙國嘅，咁啊擊敗咗呢個趙國之將領趙括啊，即係紙上談兵嗰條粉腸咧。咁喺呢場戰爭咧，就前後殺咗呢個趙國臣民咧，足足有45萬人。咁屈指一算咧，佢呢幾場戰爭咧已經係殺咗超過100萬人噶啦。所以中國第一殺神非佢莫屬。但係佢當然都逃避唔到功高蓋主嘅宿命啦。最後都俾秦王賜死咗。咁佢臨死之前仲問自己究竟犯咗咩過錯？後來咧，佢諗一諗就承認佢喺長平之戰咧咁樣呃咗趙國嘅韓兵，慳殺咗幾十萬人咧，就呢條罪都應該係該死噶啦。咁佢死嘅原因咧，最主要都係唔識做人，唔識呢個政治啫。當你立咗大功時候，應該就好似范蠡咁樣急流勇退，賺一大筆錢，揀幾個美女咁啊去享受就 OK 啦。點知佢不但唔捨得呢個名與利，仲要同呢個秦王頂撞，咁當然啊就冇好下場啦。好，咁今日嘅時間就差唔多啦。如果有啲特別嘅關於中國歷史嘅片段啊，或者名將啊，或者時代啊、戰爭啊，咁啊請你哋留言。咁啊，我睇咗你哋留言呢，咁就會喺嗰度揀，跟住再篩選，做成啲小節目俾你哋聽噶啦。好，記得臨走4部曲啊，係咁先，拜拜咯。記得 like、subscribe and share， 因為咁樣咧就對我哋呢啲咁小頻道咧係最大嘅支持同鼓勵。如果可以 comment 埋就最好啦，多謝晒。